你下一年先來認識一下，等一下上課會用到嘅詞彙，大家記得聽定有冇？第一個遺囑、遺囑、遺囑；第二個繼承、繼勳、繼勳；第三個兄弟姐妹、兄弟姊妹、兄弟姊妹；第四個政府、政府、政府；第五個規定、規定、規定；第六個財產、財產、財產。你好，我甲阿妹過身咧，請你莫太傷心。你冇留遺囑，我爸妹冇睬咧，我想了解繼承登記愛樣辦判。你有兄弟姊妹嗎？有啊，有一個阿哥。根據政府嘅規定，係講繼承人但將你老阿哥，該特生人做得繼承阿妹一半嘅財產。咁樣樣，一下係咱唔平等嘅時代，大家都做得繼承咯。好啊，希望你。你來學習一下意氣從容嘅對話。請你莫太傷心。這句話呢，我們常常聽到別人發生不幸的事情的時候，我們可能要請他不要太難過，或請節哀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說：請你莫太傷心，請你不要，請你莫太傷心，太傷心，太傷心。整句呢？請你莫太傷心，請你莫太傷心。下一句，你有兄弟姊妹嗎？你有兄弟姐妹嗎？你有兄弟姐妹嗎？兄弟姊妹麼？兄弟姊妹麼？整句來喲。你有兄弟姊妹麼？你有兄弟姊妹麼？下一句呢？根據政府嘅規定，根據政府的規定，根據政府的政府嘅規定，整句喲。根據政府嘅規定，最尾一句。一下係男女平等嘅時代，現在是男女平等的時代。現在是一下係男女平等的，男女平等嘅時代，時代。好，整句哦，很多很難的字哦。一下係男女平等嘅時代。一下係男女平等嘅時代。好，這是這個單元所要學到的常用句型，一樣多聽多說，這樣就會進步了哦，加油！